184年，東漢末年嘅大地上，一場前所未有嘅巨變靜靜咁醞釀緊。我哋呢個故事，就由一個少年嘅視覺開始。佢住嘅地方雖然未直接受波及，但戰火嘅消息日日傳到嚟，空氣都凝重咗，連細路都聞到陣陣不安嘅氣息。黃巾軍嘅謠言同暴行，好似野火咁四處蔓延開去，每日都有好多難民湧入城，佢哋面上嘅疲憊同埋恐懼，比任何言語都更具說服力。嗰陣時嘅我，第一次感受到咩叫國破家亡，個心好沉重，意識到家園並非永恆。呢場動亂，徹底改變咗好多人嘅命運，包括我。我開始明白到，太平盛世從來都唔係必然，要守護自己所愛嘅嘢，就必須要擁有足夠嘅力量。嗰日開始，我知道我唔再係以前嘅我，呢個世界將會需要更多嘅英雄，去建立新秩序。